跳来，咱跳起来，你是嘛？1、2、3，跳！你来会紧张呢？我今天调整，我今天调整，讲你来个礼拜哦，来1、2、3，跳！好，然后再换个手势好不好？好，都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高铁公司来赞助我们这个云林的爱无外这个无障碍的协会哈，然后到台北去做一个访问啊，他们的活动。好，那我们这次有赞助了50张车票。好，那其实我们高铁哈一向都是致力于这个无障碍的活动。好，那我们也提供了无障碍的设施，完整的一个规划，然后让旅客呢，他也可以做乘车导引，他也可以这个买票，上车，出站，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无障碍的活动。其实申办这个议题呢，我们每年都有做，公司这边都有针对运量还有地方的需求去做一个检讨，去做一个那个提升。其实我们在开站以来的连续3年呢，我们至少1年有1次到2次的一个增班的一个班次上的一个提升，这个其实都是有这个数字来做参考的好，那当然这个运量我们也是有逐步的提升，那公司也是有回应到我们。